因为台北市是哪亲像又个传出可能有食物中毒的案件，这是有4个民众顶个月2八去连锁的素食店食饭，有2个人食煞了后是走北去吃冒出红粒仔。另外，佫有6个民众去一间食个饱的自助餐厅，食煞了后，有3个人出现走北的问题。卫生局有去稽查了后，发现讲素食店的环境有4项欠点，要求改善。宝林地色案引起社会重视食安问题，不过台北市阁传出好亲像食物中毒的案件，佫有4个民众3月28去台北市中山区一间连锁素食店用餐，其中2个人食三文鱼、葱仔鱼加米寿汤了后，因为落下顶就医急诊，包括砧板、还有生食刀具，以及现场工作人员手部的生物基证进行采样，同时在现场我们也发现了4项缺失，也即刻命其限期改善。当事人已经转厝休困，台北市卫生局前往稽查时阵，现场已经无共批食材，不过现场查出的煮饭机、冰淇淋机、垃圾4项缺失，要伫3月31限期改善。目前卫生局也未公布复检结果。另外一件好亲像食物中毒的案件，是一间高级自助餐厅，有6个民众顶个月30中昼去用餐，结束了后有3个人就医急诊，镜头是吐甲流。炒锅区块上方不洁，蒸箱不洁，借其复查如仍未改善，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8条及第44条，处6万到2亿元罚锾。尽量在家里吃吧。或者尽量买食材回去做饭，尽量不要在外面吃了。比较热门店家，他们的食材的更新率是会比较好的。对，那基本上还是要去，去看他们的评价。食安问题真多，连带影响民众用餐的信心。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自助餐厅要伫4月初8前完成改善，若无会依法处罚。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好亲像食物中毒，要赶紧就医，让医生协助采样，向卫生单位通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